一个时阵来离开，对你是一个好时机，因为你已经交着新的伴侣，可以安慰你暂时的伤悲。可怜的人。生命不来斗保庇，予我永远依着伊。一个时阵来离开，对你是一个好时机，因为你已经交着新的伴侣，可以安慰你暂时的伤悲。可怜的人。是我，不是你，这款的打击叫我怎样活落去？为何生命不来斗保庇？予我永远依着伊。为何生命不来斗保？